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你哋嘅中文科老師。今日我哋唔止係讀書，我哋要嚟一場穿越時空嘅歷史偵探遊戲。主角就係蘇洵嘅六國論。我俾大家一個問題，你覺得戰國時嘅六國點解會滅亡？係因為秦國嘅軍隊太強大，定係因為佢哋嘅兵器唔夠鋒利？好多人都會直覺咁講，當然係秦國厲害啦。但蘇洵呢個老人家可唔咁認為，佢直接喺文章開頭就俾咗我哋一個炸彈式嘅結論：六國破滅，非兵不利，戰不善，弊在路秦。哇！呢個唔就係指住歷史書話你哋都錯咗咩？我哋嚟拆解一下呢位宋代大偵探嘅用意。要理解六國論嘅內容，我哋得從兩個歷史背景講起。一、表面上戰國七雄，文章主題係韓、魏、楚等六國被秦國滅掉嘅故事。佢哋就好似一塊塊美味嘅蛋糕，秦國每咬一口，佢哋就割一塊土地俾秦國，想換取一時嘅安寧。結果係奉之離藩，侵之愈急。你送得越多，佢侵略得越快。呢個係大家知道嘅歷史。二、骨子裏北宋王朝。蘇洵寫呢文章可唔係為咗俾你哋講2000年前嘅故事，佢係北宋中期嘅人。當時嘅宋朝政府超級佛系，面對北方嘅少數民族政權，比如契丹同西夏，唔係想住抵抗，而係不斷咁送錢送布匹，美其名曰歲幣，實質就係路秦嘅現代版。蘇洵睇見朝廷不斷用錢換和平，就似睇到六國不斷用土地換和平一樣愚蠢，所以佢借屍還魂，用六國滅亡嘅慘痛教訓嚟婉轉地批評，亦就係借古諷今。當前嘅宋朝政府，你哋唔好再做割地求和嘅傻事啦。呢個就係六國論呢篇文章誕生嘅真正目的。佢係一篇充滿憂患意識嘅政治評論。接住睇文章嘅題材，佢屬於論說文，更準確咁講係古代議論文中嘅策論。呢種文體最利息嘅地方就係佢嘅邏輯同辯才。蘇洵喺呢度用咗一個超級厲害嘅寫作手法，叫做駁論。駁論就好似喺辯論比賽中，你先要推翻對手嘅錯誤觀點，然後再建立自己嘅正確觀點，叫做先破後立。先破，佢喺第一段就駁斥咗當時流行嘅錯誤觀點，六國滅亡係因為兵力不濟。後立，然後佢確立咗自己嘅中心論點，六國滅亡嘅弊病在於割地路秦。蘇洵唔係單純地敘述歷史，而係喺進行一場高明嘅說理同辯論。佢唔係歷史記錄，而係一位文學家兼政治評論家，用犀利嘅筆鋒對歷史同時局進行嘅深度解讀。好啦，我哋今日認識咗蘇洵嘅憂國憂民，以及佢用借古諷今呢種聰明嘅方法嚟批評時政。同時我哋亦知道啦，六國論作為一篇論說文，其駁論嘅精妙之處。接下嚟我哋就要走進課文，睇下佢係如何用以地事秦、猶抱薪救火、薪不盡、火不滅呢個精彩嘅比喻，讓佢嘅論點變得無可辯駁。大家準備好咩？